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国情啊，我知阿国啊，北部电台名主持人，伊毋拢无咧主持节目，干那固定逐工咧甲你开讲，无影啦。人迄天我听伊的节目，偌感动人一站内容。伊讲伊少年做歹囝去外口面，1、2冬无倒转去厝里。伊好是烧弄榴莲，一个大日门老爸看到伊，已经1、2冬无看到，无见面咯。正甲问讲你来穿甲安尼旧拗旧臭，就是讲即身穿无整理、无洗长，尤其衫个旧啊。拗形容词，臭嘛形容词。4字的成语，头1字甲第3字相像，第2字甲第4字就是咧加强口气。拗就已经足严重，后壁佫加一个臭。爸，煞毋知影吼，我着艰苦啦，着食也无照起工，困也无正常，毋则吼近来人一位咧互我客烧，着朋友前交场叫我去看头看尾啦。吼，阿国啊，一个安尼讲尔，因老爸愈艰苦，讲你真正外口做歹囝，去交警共顾口。当然，即句看头看尾，台语的成语头1字甲第3字相像，头甲尾相对比。这个表示啥？表示讲吼，头拄国正咧讲的，就是关前国后，看地无啊，警察有来无？啊，当然即句话应用真济啊！啊，我着要落去下港几落工，啊无吼厝边兜，你有安那甲我斗3工，看头看尾，这嘛是一种应用呢。听着安尼生尔，啊，国啊因老爸真甲骂啦，讲咱2个爸仔囝明好明强，你若搁安尼不受罪，我甲你讲。明仔载我要来看报纸，甲你断绝爸囝关系。明好明强，明拢形容词，头1字甲第3字，啊好甲强拢动词。好就是讲大声或者好，强就是条件讲互明或者强。咱2个谈遮约束爸仔囝，今仔日就来甲我改，毋通搁再去交警。啊，讲兄，这项电台节目讲来到遮，后壁收煞，才挽你的心肝。伊讲台湾人讲册囝册无影，阮老爸甲我骂甲咧颔棍紧遮粗，过来嘛是紧甲我讲后壁有暗暝啊，有掌柜啊，看安尼食无照去工，紧去白白食咧。这是台湾人爸囝中间的感情，也是国情啊整理出来台语成语的艺术啊。